新闻一开始来看台北市台底的大楼塌落去，今仔过到第3届开放，予民众登记摕物件，刚个会增加开放的时段。都市发展局是表示讲，爱去看实际的状况哦，安全是上大先的考量。另外，台北市政府提出2份加扣押的申请，其中要加扣押基泰建设6195万，反映是伊讲正歹认定基泰建设有债务的异常，所以驳回。市长蒋万安表示尊重，嘛表示讲会来研究讲看敢要对建商提出告诉。 车子开了又不是那个危险区，这样就不行，那死脑筋嘛！大声抗议，民众是有够生气，就是因为车无法度入去到封锁线斗搬厝，基台时间无细致，造成台北市台地的徛阶段的落落去。13是做第2波和第3波，登去厝摕物件，民众抓准时间会当搬就紧搬。你会觉得3次不够吗？怎么会够呢？那净身跑出来的，你现在说你跟所有的家当3次能够搬得完吗？ 血压都飙高了，还说什么？我们要看观测的报告，由技师来认定，在允许的情况之下，一定尽量来让民众来取物，但是它的前提一定是安全第一。后壁敢会加开时段，互因摕物件，搁来看观测的速达。都发局暗时会含25号的受灾户来讲安置的代志。市长蒋万安敢会来参加，目前是还未确定。 为了要求基泰建设来负责任，台北市政府是送赠申请2波的加扣押，不过第1波加扣押的申请结果是红驳回。也会跟律师团队再来研究是否为灾民争取任何的权益，这是我们一定会做。尊重法院的认定，谢谢法院愿意就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去做判断。公司的立场也是尊重律师府所采取的一切司法作为。 律师嘛进一步讲，若法院认为讲有任何的疑虑需要说明，基台拢会配合。台北市法务局是回应讲，市府敢会提起控告，市府的律师团等待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